人世間你喺度嘅相信生係一家踏有困難嘅路線，有白色嘅路，有唔順嘅路。但係我嘅聖經講出詩篇記33:18樣講到，實際上帝嘅目標要看嚟曬要遵從佢嘅，上帝嘅目標要看嚟曬要希望對佢嘅恩典。嗱，呢個詩篇記39節樣講到，嗱，佢家一個脫脫自家嘅生命苦嘅生命，佢家啲脫脫，自家要痛苦要開路本自家，因為佢照顧嚟曬要渴慕嘅心對佢，嗱。自家要渴慕，自家要希望佢嘅恩典，佢祝福自家，佢嘅脱脫痛苦，佢勸大自家過，白色佢勸大自家過，為了咩呢？為了自家得到嘅最好嘅福氣，自家得到嘅恩典。你世間你喺度痛苦可以嚟，白色可以嚟，但係講自家要希望上帝嘅人，佢勸大自家過去善理嘅路，成功嘅路，得勝嘅路。阿門。